首560，灵光上帝。是黄，吼，第一节、第二节，完成历代盛会曙光。那黄，那个还没有含苞待放，吼。那黄，天开花蕊水。好，咱第一节搁一解，免来。是万象的眼光上帝，思念的福建呀美，万圣夜，但显会曙光，那天开花蕊水，数万的水，数万有的，面对条件谈一些。无共款，阿门给我们，伊阿门吼，阿门。好，时间已经到，请咱准备先，三个来敬。亲爱的兄弟平安，这时礼拜日要开始。为着互咱有好的礼拜品质吼，请有早手机的兄弟来关机，也是调整震动的模式。这时请人压头来灭倒，请奏乐。
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时请咱同心来吟圣诗第109首《欢喜救主做王》，来学老咱的大君王，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啊，阮感谢你，但时刻看顾保守阮众人甲阮众人的家，使落逐项的恩典，互阮拢无欠缺。这时恳求你的圣神，搁一摆降临，来光照阮众人的心，赦免阮一切的软弱甲罪恶。透过牧师所传讲的圣经真理，带领阮搁一摆来归往伫你，互阮会当甲主相同行，伫主的内面来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喜乐。阮为着教会中杨守峰弟兄、林素儿姐妹、吴美惠姐妹来祈祷，求主完全的医治来临到，互因早一日会当康复。也求主特别来看顾保守阮教会中侪侪年纪大的兄弟，身体、心灵、灵魂拢得到主的扶持，会当健康勇壮，出入也拢平安。阮也要用主教示阮，安尼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人。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伊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在
即时，请咱三个人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16篇，诗篇57篇。启应文16篇，诗篇57篇。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立伫你遐，秘伫你十古的低音下。天后灾难拢过去，我要求救至悬的上帝。逐项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上帝会对天施恩救我，互吞达我的人失败见效。最声，上帝会对我发出慈爱甲信实。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因亲像狮长等要吞食人，因的喙齿亲像枪，亲像箭。因的舌亲像来的刀。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你的阳光遍照全地，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要互我屈服。伫我的面前开陷坑。家己颠倒跋落迄内面。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要吟诗，我要唱歌称赞。我的心啊，着醒起来。心啊，色啊，着醒起来。最声，我我要甲天叫醒。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伫列邦中唱歌称赞你。因为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你的信息那强冲遐尼阔。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我变光遍照全地。即时，请咱来恭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尼希米记第1章第1到11节。尼希米记第1章第1到11节。亚达4世做波斯皇帝第20年，基斯流月，我伫波斯的京城苏珊有一日，我一个兄弟哈拿尼，甲几来个对犹大来的人来找我。我对因探听遐流放巴比伦倒转去的犹太人，以及耶路撒冷的情形。因甲我讲，遐流放倒转去的人，伫犹大省遐拄着大灾难，受凌辱；搁耶路撒冷的城城受拆毁，城门互火烧去。我听到这话，就坐落来，啼哭哀伤几若日，伫天顶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祷，讲：上主，伫天顶至大通行位的上帝啊！你对遐个听你、遵守你的诫命的人，守约施仁爱，恳求你按耳孔听，开目睭看，听你的仆人即阵为着以色列人每日伫你面前的祈祷，认阮以色列人背叛你的罪。我甲我的祖先拢有罪，阮恶意反抗你，无遵守你通过你的仆人摩西所颁布的诫命、规例、命令。求你会记得你对你的仆人摩西应允的话讲：恁若对我无重视，我就要将恁分散去列国。毋过恁若归允我，遵行我的诫命，恁就是受赶散去天边海角。我嘛要对遐甲恁自一半来，带恁到我所竞选，互人来敬拜我的所在。因是你的仆人，你的子民，是你用大快乐、大权能的手救赎的。主啊，求你按耳孔，听你仆人甲遐个意爱、敬畏你的名的仆人的祈祷。求你，互你的仆人今仔日行通，对王得到恩典。迄时，我做王的酒政。愿上帝赐福听叹伊话，佮安尼行的人。即时，社青团体要带领
咱来赞美，因为今的诗是生命是一首诗歌。愿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坐，献伫上帝面前。下面台东部中会中滨教会的牧师永远的牧师要替咱正道，伊要正道的题目是意向启动，祷告启动。来为兄弟平安。真欢喜会当来到南洋教会，感谢上帝，互教会容允我来遮甲大家分享吼。我拢叫牧师叫耀新哥啦。
因为还未伫新学院，我还未伫去南神的时阵，我就捌伊就咧用影像吼，啊，伊就是新学生的时阵，我就捌伊。然后我入去学校台南神学院的时阵，阮是厝边吼，好，我迄阵单亲妈妈啊，带一个查某囝啊，已经高中生吼，啊，就住伫台南神学院的家庭宿舍，啊，迄阵耀兴哥因住伫原来住伫家庭宿舍吼，啊，感谢上帝啊，一路啊，甚至我受派去到长滨迄个真庄卡的所在的时阵，吼，耀兴哥哥和师母吼，就做伙啊去甲我看吼，我真感动吼啊，所以我咧甲伊吼分享，我咧甲讲啊，长滨教会有一寡需要，我讲毋知敢有可能会当来吼，啊，我真感谢。啊！我昨来时，我才知影讲，哇！原来咱教会嘛，家己要建堂吼，哇！而且咱的进度比阮长滨教会搁较紧吼。耀兴哥问我讲，啊，恁即马啥物程度啊？我讲吼，我连图都毋敢画吼。我讲，迄若画落去，就开始爱开钱啊吼。我到即马搁毋敢画，其实有迄个必要性吼。啊，我感谢上帝，互我拄南神毕业到即马已经11年啊吼。我11年拢伫长滨教会，无煞位吼，我拢甲伊讲，我拢共讲吼，上帝就甲我藏伫冰箱内面长滨乡吼，藏到今仔日吼。毋过伫安尼的过程中间啊，会当体会上帝的心对迄个偏乡、迄个庄卡吼。啊，这嘛甲咱今仔日所要读，咱头拄所读到这个尼希米真有关系吼。咱来看尼希米伊即位。啊，上帝的萝卜，对不起，他不动。嘿，好，无要紧，我会当继续讲咧吼。伊其实伊迄个时阵，伊是受掠去到巴比伦迄个所在，然后伊是一个公务人员吼。你若读到尾啊，你就知影讲，哦，原来伊是一个州长，伊是公务人员，而且毋是普通的公务人员咯。伊敢若亲像伫总统的边啊，哇，咧替总统啊，咧处理遮个真幼路的代志吼，譬如说酒政就是，哇，这到底这酒有纯啊，无纯，还是有毒，还是无毒？哇，完全拢皇帝国王真信任的一位吼。所以咱会看到讲，虽然伊伫这个受掠去巴比伦的所在，毋过伊关心的却是咱所无法度通想象的，就敢若亲像哇，你即马去到美国矽谷吼，假啊你是迄高科技人员，你去到美国的所在，哇，然后你伫矽谷，你有足有成就的，毋过你的故乡，哇，这宜兰啊，也是阮台东吼，长滨吼有地东吼，关我啥物代志？我伫矽谷，我住的是豪宅。关我啥物代志？咱会当安尼嘛？毋过咱看尼希米，伊毋是安尼。伊其实伊拄着的，咱头拄仔是书会者帮咱读的。伊讲伊拄着大患难受凌辱，啥物人拄着？毋是尼希米伊本身拄着。伊讲是哇，遐个故乡的人来到巴比伦，然后讲互伊听，讲着耶路撒冷的代志。哇，伊讲哇，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哇，搁安那？搁去互火烧，这真正不关尼希米的代志，不关他事，无关伊的代志，因为伊伫远远的所在，吼，伊甚至吼，咱有朋友伫矽谷，也是吼伫纽约，吼，你像师长伊的后生就住伫纽约，台湾发生代志。甲伊有啥物关系？无啊，无关系嘛，伊毋免管，因为迄毋是伊所住的所在。所以咱看到我遮的困境，其实讲起来，即个困境毋是尼希米的困境。兄弟，我请问你，你若拄着困境的时阵，你会怎样？你会感觉足衰无？吼，像前几工，阮一个姊妹，伊顶年较受洗咧。哇！还袂满一年，结果伊就拄着迄歹的代志，突然间哦，突然间就有人来甲伊拍，然后甲伊厝用甲乱七八糟吼。哇！你讲伊拄着这是毋是困境？拄着这种凶恶的代志，哦，伊
伊讲哪会安尼？吼，哪会安那？吼然后我就爱陪伊，陪伊看到讲，哇，你有拄着即个灾难，毋过安那，哇，上帝保守呢，竟然迄个人安尼甲你辱，哇，伊讲，哇，无所以，佮摕迄尖尖的物件甲我辱，吼，我讲感谢主哦，结果伊干那，哇，遮皮肤受伤，哇，药啊用倒手帮顾咧，吼，然后哇，骹手拢皮肉伤吼，我摆是。佮看到伊的时候，我讲感谢主诶，上帝保守你。兄弟，真正咱伫困境的时阵，咱的反应是啥？咱的反应是拢嘛迄个人安怎，拢安怎？困境要启动咱啥物？是毋是会当咱看到一个异象？我着甲这个姊妹讲，你有看到无？上帝要使用你诚侪迄个祈祷的勇士，你要开始祈祷，你所住的附近，着要开始因为你改变，所以。咱看到迄是耶路撒冷城的困境，毋过咱看到的是尼希米伊甲上帝同心的时阵，伊就看到真奇妙的异象。我即摆嘛要甲大家报告的是，中滨教会嘛有伊的困境，咱伫东部咱就较有概念，吼，哇，咱宜兰县落去就是花莲县，花莲县落去就是啥？哇，台东吼，咱是东部，所以咱拢较知影。无我若去西部介绍的时阵，大家拢讲啊，恁长滨是伫倒？阁有人讲毋对，讲做横滨。我讲，但毋是日本。伊甲我讲横滨，我讲来，我甲你讲，迄就是伫东平。然后伫上下面的所在，啊，长滨伫倒？哇，这个冰箱伫倒？伫迄个台东的上北边、上我花莲的所在，意思是为我的教会开车10几分，我会当到花莲县啊，就是伫遮尔偏远的所在，吼，敢若亲像一支菜刀，迄个把柄吼，迄个台东吼，所以我伫迄个所在是真困境的所在，毋是像咱遮南洋地区阁有火车，你知影？我的所在是无火车的，而且我会当讲，人若讲东部是后山，对毋对？我会当讲，即个冰箱伊就是后山的后山，为什么？因为中央山脉阻隔了，结果阁有一个海岸山脉。所以，迄个海岸山脉，甲阮长滨的真正藏在冰箱内面啊！吼，足无容易搞的吼。哇，啥物客运的啊，火车，有人要去找我，拢讲啊，你遐要安怎坐公车？我讲什么坐公车尔？我根本就是你爱搬2班车，而且迄车拢你若接了无拄好，你会费2点钟以上的时间在等车。吼，就是安尼，就是遮尔偏远的所在，吼，无火车会偏向，吼啊，因为交通的无方便，所以哇，阮的团购者就直换，吼啊尾啊，到我即马竟然我伫遐11年啊，吼，这实在是无上帝的作为吼，我嘛无想到我的个性，以我的个性吼，我嘛无想到讲我会留伫遐吼，啊有这。目者甚至3个月半年就走啊！吼啊，这嘛是困境吼啊，甚至啊，甲大家报告的是，感谢主，到顶个月啊4月、4月，阮较甲所有土地的纠纷较解决。吼，所以吼，耀新哥昨咧问我讲，阮连建筑线都拢阁搞不定吼，起码这个程序是爱进入吼。公开标售的情形吼，啊，咱看到这就是教会大门头前一条仔囝吼，就差不多亲像咱头前安尼一条仔囝安尼吼，52个人共有吼，啊，大家去拍官司吼，就爱摕到建筑线啊，咱的建筑师较要开始甲咱画图吼，所以困境袂少，毋过咱就看到上帝真奇妙吼，当咱愿意顺服上帝心意的时阵，咱就当看到上帝真奇妙，吼伊的作为。虽然有侪困境，你看尼希米，其实我要讲的是，回头到尾你安怎看，你安怎想，你拢袂感觉迄是尼希米的困境，因为真正讲一声较歹听的，我伫遮去做公务人员，我伫这个亚达薛西王的边啊，哇，这耶路撒冷，这无管我的代志。唔免管我的代志，其实藏在冰箱，我买到唔免藏在冰箱。
我会记得我拄派去的时阵，阮爸爸妈妈迄阵搁伫个时，因伫高雄，我是德成教会出身的吼，真大间的教会。阮爸爸妈妈就讲，啊来高雄，甲你找一间教会，敢毋好？吼，真好啊！我嘛毋茫，吼，伫爸爸妈妈边啊嘛较好，甲因照顾吼。毋过上帝直直都拢无开路吼，啊，毋是无开路啊，无讲 OK 啊，你会当去吼。好，咱就来看，咱的困境，若看到上帝互咱的异象的时阵，咱就开始要来经历上帝。吼，咱来看第5节，这嘛是今仔日咱所要读的金句吼。你讲天顶的上帝啊，哇！耶和华至大通行为的上帝啊，守约行仁爱，伫听伊尊叹伊的诫命的。咱会看到下面，看到尼希米记安尼规章，是安那尼希米伊踮遐无代无志，伊会讲哇，这个耶路撒冷城破甲安尼，而且城墙受拆毁火烧，这甲我有代志。其实是真重要的是，尼希米甲上帝同心嘛。伊敬畏主甲上帝同心，伊毋敢家己讲我伫遮无我的代志，我拢莫插伊无要紧啊，迄我无看到，吼，台语拢讲啥，无看好了了。伊毋是安尼，伊知影即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伊知影即个上帝是用约。甲咱人绑做伙的上帝，一个至大通行的上帝，伊竟然选择讲好，我着和这个人，这个软弱的人、败坏的人，用这个约绑做伙。什么叫做绑做伙？就是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你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我的刚强，就是拢要互你。其实这个约对咱来讲，咱实在是冒着啊。为什么？因为上帝伊是伟大的，咱和伊用约绑做伙的时阵，伊的一切就是咱的。这安尼有好无？有够好。上帝干那要求咱做一项，就是来，我讲啥，你爱对我做。我叫你爱遵探我的命令，你就爱遵探我的命令。我叫你唔通拜偶像，你就唔通拜偶像，是毋是安尼？这就是约嘛，这毋才叫做约，对毋对？吼，这是有关系，吼。毋过咱人就是无听话嘛，所以是安那尼希米会去互掠到巴比伦，就是因为人无守约，以色列无守约啊，毋则国破家亡，吼，毋较有即个困境。毋过咱看尼希米，虽然以色列百姓无听话，无遵守诫命，毋过伊听上帝。伊知影伊是守约的，所以伊就和上帝同心。伊看到迄个耶路撒冷城有遮尔趴远，有遮尔凄惨的状况，伊就体会，敢若亲像是伊家己的。咱甲上帝是爱有这个疼的关系，所以咱毋才会当开始，会当体会上帝的国度有啥物款的代志。听上帝所听的，然后烦恼上帝所烦恼，这确实甲上帝有迄个听亲密的关系。咱对上帝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听上帝的程度，会当看出咱和上帝的关系。我搁甲讲较特别是，咱对上帝的角度，偌尼济的投入。就会当看咱甲上帝的关系。兄姐，我要直直强调的是，咱信耶稣、跟对耶稣，咱就爱掠耶稣做主，咱就爱掠伊所听、所爱做主。所以真重要的是，教会有啥物需要，咱就是爱掠教会的需要，做咱的需要。安尼敢听我的意思？为什么？你讲，我听上帝就听上帝。我毋知咱遮，可能咱遮南洋吼，较无阮长滨的状况。阮长滨是安那？伊会当甲你讲，我号称基督徒，毋过伊从来毋捌去教会，无要去教会。这是真大的错误偏差。为什么？
伫圣经内面明明就讲，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对不对？所以上帝听伊的囝耶稣，将耶稣互咱，然后佮用耶稣的血建立教会。请问是不是咱教会是上帝的心肝？是不是？是。所以意思是教会需要，我甲教会需要看做我的需要，是不是下伫上帝的心？是。就敢若亲像今仔日尼希米共款，咱所读到的，伊就掠耶路撒冷做伊的需要，耶路撒冷的凄惨做伊家己的凄惨。所以真重要的是，咱听上帝的程度，会当决定咱会祈祷啥，咱要看到啥，咱要掠啥物做，咱会上重要。所以真重要。咱头拄所读的，伊讲守约惊伊仁爱，谛听伊尊叹伊的诫命。兄弟，你有祈祷足侪代志，然后拢奇怪上帝拢无应允你。这个时阵，咱就爱反省，是毋是我无够听上帝？我毋是讲一个高官，我要讲的是，当咱真正听上帝的时阵，我相信你的祈祷无搁再共款啦。为什么？来，咱来看尼希米，伊安怎祈祷？哇！伊就开始祈祷讲：哇！阮以色列人得罪你，我甲我的老爸的家拢有罪啊！阮对你所行的拢是腐败，奇怪啊！尼希米遮尔听主，伊守约哇，伊尊叹上帝的命令，伊也无像遐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无是安那伊安尼讲，原来伊徛伫，伊知影上帝伊真爱咱担当别人的罪。耶稣是毋是担当咱的罪？是。所以这个时阵，尼希米伊就用祈祷。这种祈祷叫做认同性的祈祷。我无罪，毋过我这个时阵我就屈落来，我讲主啊，求你赦免阮，是阮得罪你。这是伊的祈祷啊。伊讲我甲我的老爸的家拢有罪啊，其实无啊。伊足冤枉的啊，伊听主啊，毋过伊说因为别人的罪，伊说互掠去巴比伦。说因为别人的罪，伊即马爱伫遮咧祈祷讲，阮承认。所以尼希米的祈祷就和咱的祈祷无共款啦，对毋对？咱拢会祈祷讲啊，主啊，你互阮囝较听话咧啊，互阮迄箍较听话咧，啊嘛较会晓替厝呢想，毋好甲阮兜当做旅馆，有无？我安尼祈祷啊，咱会安尼祈祷。毋过咱若和上帝认同的时阵，咱可能会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是安怎甲我的家庭用甲安尼，拢无迄种家庭的气氛，阮囝拢无爱回来，阮翁也无爱回来，这一定是问题是我。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光照我，互我知影我爱安怎调整。咱有听到两种的祈祷完全无共款，有无？系啊。咱到底是徛伫啥物角度咧祈祷？是拢上帝拢爱听我的，还是主啊，我有啥物我爱改进的？所以真重要。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真正爱求上帝来帮助咱。而且，尼希米伊讲，主啊，你无，咱来看，搁一个学习是尼希米伊用上帝的话来祈祷。我今仔无时间，我鼓励咱大家转去，甲尼希米摕出来读，毋是敢若书会者来读，因为第8节、第9节、第10节，拢总3节，短3节，伊的祈祷词有够水的，结果伊是用圣经节来祈祷，申命记拢有，你拢会当去找，会当用上帝话来祈祷，这介重要，来，我甲大家报告。这嘛是我开始咧做的，因为阮教会我拄去的时阵，哇，20几个会友无几个捌字的，我着爱想办法来甲因教来甲因分享，我就开始用上帝话，就学尼希米用上帝话教因祈祷，就分组一组一组安尼教然后安那，哇，咱祈祷了，咱着爱安那，咱着爱有行动。咱大家有行动，哇！我有啥物行动呢？
哇，我就开始吼，头拄我有讲认同性的祈祷对毋对？吼，我就开始带兄弟，阮就出去，哇，出去街仔路，哦，出去长滨大大小小的所在，要创啥？要开始祈祷啊！吼，我可能留放一张图画相片入去吼，我看有翕无？哦，我真正无翕着，好，无要紧。阮做认同性的悔改，阮就开始去认罪啊！认啥物罪？我咧想吼，咱这东北部吼，较无文明，较我台北吼，就无阮偏向的这种问题吼。阮遐三骹步五骹步吼，就是我拢叫伊叫做香槟酒文化吼，香烟槟榔酒，叫做香槟酒啦吼。啊，这爸母、这家庭吼，就拢会当为着买这物件来食，啊，牺牲囝儿的受教育的机会，吼，像讲学校甲伊讲哦，爱交什物钱的时阵，伊甲你讲我无钱，毋过伊有钱啊啦，买啥物？买酒、买薰、买槟榔，吼，这拢有钱吼。哇，这是毋是罪？是啊，阮逐日去认罪，阮就行吼，啊，世界哇，啊，我拢看到安尼，因拢群聚，透早呢，透早10点外呢，哇，因着吼，哇，伫迄街仔咧卖菜吼，因家己种的菜就摕落来卖，啊，摕落来卖，啊，就开始安那，哇，伊毋是，迄若咱拢安那顾家己的胆对毋对？伊毋是3、5个就开始安那。嘿啊，香槟酒哦，够巧！哇，伊就坐咧，就开始香槟酒啊呢，吼！我甲你讲，阮若经过时，阮拢爱开始祈祷，奉主的名安那，互因这小组香槟酒爱比这敬拜俄罗的小组吼，啊，然后迄阵疫情的时阵，讲袂使群聚有无？哇，嘛是群聚哦！阮拢知影伊秘伫对，我足想要去甲举报，你知影？哇，大家去认罪，哇，啊，佮隔代教养佮较严重，哇，所有的。爸爸妈妈拢走去北部，吼，哇，走去西部咧趁钱，啊，甲囝儿是谁啊那？等候阿公阿嬷，吼，啊，阮着爱神起来，教会着爱神起来，吼，啊，你甲想哦，其实我拄去的时候，我足挡袂牢，为什么？20几个人的教会咧做陪读班，你讲有辛苦无？真正足辛苦的呢，迄陪读班。哦，真正有够辛苦！哇，开货运车载囡仔转去，哇，迄囡仔转去，我讲哇，安尼拢暗蒙蒙，我搁问伊，啊，厝里有人无？伊讲有啊，阿公阿嬷都已经睡觉了，7点尔咧，7点拢睡觉啊！我讲啊，你回去怎么样？我也要赶快睡觉。这就是偏向吼，啊，阮在想办法吼，所以阮毋若咧起做教会吼，阮嘛爱自筹经费做陪读班，吼，陪读班的经费，吼，阮嘛爱家己吹，吼，好来，不要紧，迄拢是上帝代志，我拢甲讲，无经费，我讲上帝，你迄你的囡仔毋我的囡仔。好来，好，咱来看，吼，这个尼希米就开始，吼，有行动哦，吼，你来看第2章的第5节，这是。书会者无帮咱读的吼，我就互大家看吼。伊讲啊啦，伊真正足大胆，伊就去到王的面前，伊讲哇，求你啊啦，差遣我吼去犹大遐，然后啊啦起做迄个声唱，哇，好咧大胆！我想咱讲伊安尼，因为就是伫即个国王，即个真凶暴的国王的任内，哇，即个耶路撒冷城受疼。是安尼哦，所以就介恐怖的。迄我听，你搁叫我爱去，吼。毋过尼希米就是祈祷，伊就是安尼祈祷，然后伊就好好甲王讲吼，而且呐是王主动问伊的哦，吼，主动问伊讲，啊你看起来甲像今仔日无啥共款哦，伊就开始讲，伊讲，互我蒙恩哦，吼，结果王有听伊无？王有呢，伊讲安那，搁是互伊。教书，然后搁安那，甲伊所需要的物资，哇，什物你去做声唱爱的钱啦，吼，啊，搁惊伊去互土匪啊抢，哇，搁派兵第9节，伊讲搁派兵，吼，哇，遮尔好康，兄弟，真正你若要遮尔好康，咱着要学习尼希米迄个祈祷，吼，真有气力，而且伊搁知影，
上帝是喊我用约目做伙，我即摆我无的，上帝会予我，爱用即种态度，我爱来遵探伊的命令，这是上重要的。好来，我要甲大家分享这11年来，上帝真奇妙。咱所看到的这个下面这个图后壁迄个彩绘就是教育馆，阮即摆的教育馆的彩绘迄个时阵呢，2015年阮的长老就甲我讲，牧师，恁查某囝学艺术的恁嘛叫因同学来甲咱这白色的壁来甲咱画咧安尼我讲好啊，咱拢听讲消费的。食气碗对毋对？你想阮查某囝敢会找因同学来？无啦，绝对无的。毋过我咧讲，上帝知影。有一天突然间4、5个骑奥多麦的少年家，叫做高雄应用大学观光科观光系因就讲，我们什么时候？阮什么时阵要骑脚车？为台东骑到花莲，花莲骑到台东，阮要做公益。我讲好啊，来啊！伊讲阮会当做啥？我讲阮楼顶迄陪读班的教授阮要顶整理恁帮阮整理迄图书，搁甲伊摒扫好无？伊讲好啊，毋过阮想要来彩绘即个所在呢。我讲主啊，这么奇妙我也无讲阮查某囝歹插我，我无讲。你搁采派这题材哇，这真正足奇妙的迄真正这物主就是安尼入来因为真正拢你毋知要去对找这个人你看到因穿迄蓝色的衫，拢是高雄应用大学的学生囡仔，因就来画甚至哇，这油漆伊嘛家己募款的呢这真正拢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咱会当看原来阮的陪读班的教授，我拄去2014年我拄去的时阵，就是安尼轻钢架拢裸露的，有看到无然后阮就是讲要甲装潢，其实阮要装潢的时阵，拢毋知影钱伫倒，毋过足奇妙，上帝真正拢会送钱来。咱来看顶面迄个图，就是装潢了啊！恁即马若去的时阵，恁会当看到伊是装潢了的即个情形然后我甲你讲，伫迄个现庄卡的所在，物资无，其实上欠人才。咱所看到的咱的右手边的这个下面这个图这个老师呢，伊嘛是家己来，伊是上早去咱中间若有人捌去留学，要准备留学，美加补习班捌听过无？好，迄个创办人就是这个老师。伊即马搬去伫光复，伊有一站2019年的逐礼拜为光复来长滨教小朋友读英语疫情结束，伊就无过来伊讲我即马已经有会袂堪去开车开到安尼上面右上角迄个一个戴口罩，迄个家己自拍的这嘛是上帝为花莲逐礼拜，伊得到即马嘛是逐礼拜拢为花莲来长滨来甲阮斗相共而且这真正拢是上帝真奇妙的资源。搁较奇妙的是，我藏伫冰箱内面，藏在冰箱内面，搁有人来邀请我讲来你来甲阮带长职训练，甲阮我搁捌受邀请伫乡公所做人际关系的训练这宣教的机会是介奇妙拢是主动的邀请，甚至伫疫情上严重的时阵我嘛为着上帝，互阮这批的同工感谢主因要分物资为香港的寄一批这个防灾的物资互阮结果真奇妙因就讲牧师，迄阵拄我的印象足深的拜四我的爸爸都过身，我就拼转去高雄因拜六要分物资，因就敲电话讲牧师你免转来，阮家己分就是这动工安尼当我转来处理阮爸爸的代志转来，我就问阮的同工，我讲恁去分物资分了安那？因就甲我讲牧师真有需要，爱做居家清洁呢。我讲主啊，你未免互我的挑战伤大，爱做居家清洁。问题是我的同工是
老的老，残的残，真正吼是要安怎去讲物资，要安怎讲居家清洁。上帝这个时阵真奇妙，我当咧想的时阵，就有一通电话敲来，讲，阮当时有一寡马街医学院的短宣队吼，大学生教授拢要来，阮要来恁遐做卫教讲座，好无？我讲无爱，我讲你家短宣队讲，阮遮卫教无人要听。我讲，若要，咱来做居家清洁。我讲袂来，你著莫来安尼，我著安尼甲讲。因为真的，迄个时阵，其实讲座真正对阮遐个老大人无啥物兴趣。结果真奇妙的，因竟然讲好，阮要来。结果这项代志，毋若是互因震撼教育，其实我家己嘛足震撼。阮去到这个所在。因为学生足侪，10几个吼，佮加教授安尼20几个，有个人就打扫，有个人就要甲即个阿伯啊扛起来，要去甲伊洗身躯吼，阿伯佮继续甲摒扫吼。我惊一个，伊甲搬起来时，因为我咧翕相，伊甲抬上来时阵，毋若看迄个冰层落落去，意思是伊倒足久啊，对毋对？结果搬起来了，为迄落落来迄所在，阁有虫走出来。哇！我看者吼，阮同工讲，牧师你无翕到？我讲我惊着是，我可翕到吼。哇，真的很恐怖。其实这对在马街医学院的老师甲同学，其实真的很震撼，因无法度通想象讲台湾阁有即种的所在，即种的情况吼。然后。伫同年吼，迄年底真奇妙，阮就摕到一堆名单，然后哇，这拢是中低收入户吼，哇，大家都自餐，甲足欢喜的。结果阮的同工吼，因讲牧师袂使互因来教会一摆尔，爱继续。我讲恁讲的哦，我讲袂使拢等互我，好哦，恁讲的哦。结果阮转为2022年开始，吼，阮就开始做。老人呢事工，阮无法度摕到，阮无法度通摕到日托站的这个戏剧点哦。阮逐礼拜六，阮家己自筹经费，20几个人阮自筹经费，阮就开始做这活动这个你看到拢是微信价阮来做，而且阮毋若做老人的事工，阮搁伫藏在冰箱里面，不用出国。我就可以做犹太人宣教工作。这些犹太人因只有知影耶和华上帝，因无爱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救主。阮就利用因足爱旅行的这种动机，阮就交代因，阮就做犹太人宣教。而且因为这宣教，哇，就侪犹太人入来。阮就款互因食，互因免费住，就甲因传福音因为安尼的时间上帝就送我藏在冰箱，送我一个另外一半，就是师长伊等下恁义卖时恁就看到因为伊之前伫美国咧牧会所以伊就会当帮我做翻译我的话文无改好就甲这犹太人会当计较。而且我真感动的是，上帝透过这10几年，伊互我会当带遮的人，毋若是伫信仰顶面会当受造就，甚至因即马你所看到的，即马因拢是传道人，拢是传教者、宣教师，这是上帝真奇妙的然后我特别请大家来带到我头拄你伫图顶面看到这个红色的框起来，这个就是阮所需要拆掉所要登起的所在。头拄你毋知有发现无？哇，阮小朋友、老朋友、大朋友，甚至遐犹太人咧食饭的所在，拢共一个所在，叫做礼拜的所在。阮无神圣的空间无讲像讲咱遮就是一个礼拜堂安尼无。所以真正真有迄个需要，讲好来用一个神圣的空间，而且因为地交通的无方便，其实有需要爱有大的所在。所以阮特别拜托大家
甲长滨做伙徛伫即个辛苦的所在，会当体会上帝对即个偏乡有嘛有伊的心意。请咱大家继续为长滨的需要来祈祷。我今仔日所带来迄义卖物资，其中有几项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即个上正边的，即个是即个金针花干搁中我有写小桂林民宿迄个迄叫做柚子蜜酱迄是阮最近一个姊妹，伊伫山顶伊家己所种的油反正就是你放心无毒跟有机的迄伊种的迄个菊花迄嘛是伊亲自拢是伊家己用的所以伊讲伊听到伊讲来，这牧师你早去卖安尼所以毋忙我今仔日免搁早转去安尼3项来3项来今仔日3项1000块3样1000块，不然他本来是说迄个500，然后迄个花草迄是300块，然后迄个金针花干是500块然后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当然你会看到迄保养品迄内面洗面的啦，什么眼霜、精华液拢有迄嘛是感谢主有爱主的基督徒厂商伊就用伊讲牧师我就用较俗的价你会当奉献给教会为了耀兴哥之前很照顾我，所以今仔日恁的1590可以当加送什么精油，这个精油也很好所以我的时间到这，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愿你透过这今仔日的分享，兄姐咱南洋教会兄姐会当甲主你共心，伫长滨乡有负担，会当看到主你伫长滨乡有愿要工作，愿你祝福听甲讲的，拢会当伫主你的稳定的内面保守甲阳光，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请咱来吟培养的诗，圣诗第560首，诗阮上帝，阳光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
咱议员徛着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共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感恩奉献，请李恩钦执事来肃献。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读本周的金句。尼希米记第1章第5节，背来。上主伫天顶至大行行为的上帝啊！你对遐个听你、遵守你诫命的人施约施慈爱。尼希米记第1章第5节。好，这是咱的来欢迎今仔毋知有第一摆来甲咱中间的新朋友无？好，牧师要替咱介绍师长无？好，咱真欢迎师长哈。好，咱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5月25号小会决议有5点，请咱大家过目。第2点，5月25号中执会的决议有3项，请咱大家过目。第3点，本主日是东部中会中滨教会建堂奉献主日，吼，咱真正感谢永远的牧师来请安正道，吼，那请兄弟，吼。
啊，请兄弟为着因教会的建堂的时间来关心大道甲奉献。第4点，7月7号到11号，咱主日学举办暑期营欢迎咱厝内面的囡仔来鼓励因报名，也是厝边隔壁有囡仔也欢迎因来报名遮边有一个 QR code 有无？即个手机甲扫进去就通报名第5点，请各团体开始备办后一季7到9月的聚会内容并且伫15日进前来交互办公室方便后一季行事历的制作具体消息第1点伫6月8号下晡1点半伫宜兰教会两区会举行信徒造就会，主题是当马街伫甲巴兰拄着创造者圣神讲员是台湾新学院的梁月美老师，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详情请看公布栏的海报第2点、第3点、第4点拢是迄个营队的活动请有兴趣的兄弟过目来报名参加来看大道事项咱请咱大家来过目过来补充报告就是咱下主日是圣神降临节但是荷塘礼拜只有一堂礼拜，荷塘礼拜伫9点半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弟来备万心搁有咱来看顶周的聚会出席奉献报告，请大家过目本周甲来周的服侍安排，也请大家过目伫本周有聚会兄弟，也请备办心来提早做备办后面会计报告，请大家过目若是有登记出入的所在请找干事来做更正毋知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无？来，兄弟平安。感谢主，安尼引带着严婉林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我伫咧新学院的即个过程内面有几位的不管是我的学长、学姐，也是我的安尼学妹有几位是我安尼值得尊敬的有一位是我的拢是派伫咧偏乡我的一个学姐因共阮派去屏东就伫咧屏东遐对传道书一直到目前还阁继续还阁伫遐咧牧会后来是我的同学嘛是共款派去伫屏东伊的教会叫做繁华伫咧屏东的繁华村，但是迄个所在一点都不繁华你若去就知影迄是一个非常偏僻阁非常无资源的所在我的同学一个查某同学伫咧遐拢叫我耀心爸，结果伊伫咧遐人嘛是共款传道书伫遐开始伫遐到阵甲礼拜堂起起来。我迄当阵，我甚至我甲讲，你要甲放弃无？因为第一个女团伫咧教会内面本来就已经较安尼讲资源较少，阁真安尼讲，甚至有当时阁会受到其他的即个讲排挤但是伊伫咧迄个所在安尼真坚持，我讲，因为伊当阵伊为主的教会伫遐批命批命甲连翁都拢无顾，因为伊翁伫咧美国读册我讲，但是已经用读迄个安尼用要安尼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拢用要冷淡去我讲你是毋是爱好好顾你的婚姻但是伊无放弃阵仔礼拜堂起好阵仔开始阁好好来安尼伫咧伊的即个婚姻的顶面好好来甲维持。第3位就是严婉玲牧师严婉玲牧师伊安尼嘛是共款受派到伫共款阁是偏乡，咱头头已经有看过迄个地点
拢是迄种无资源、无要人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吼，要东西没东西的所在，吼。但是嘛感谢主，就是伫咧中间啊，去经验着上帝的恩典，所以看起来亲像逐项拢无，但是却是逐项拢够呀。哦，这就是上帝恩典。咱就是安尼伫咧看见安尼的教会，因安怎伫遐经历上帝，咱嘛共款伫遐来经历上帝。亲像讲，咱教会要建堂，看起来迄个经验遐尔大，但是咱就是要伫咧迄个中间来经验上帝，伊安怎丰富来去供给伊家己的教会的欠缺甲需要。所以真感谢主透过永远林牧师，我相信伊今仔日所分享的，也会通对咱来讲会通一个真大的鼓励。因伫遐做真好的工，所以也要请咱所有兄弟咱通安尼好好来支持因安尼的即个事奉，不管是因伫咧建堂的顶面，也是因伫咧即个即个逐样的即个事工的欠缺需要。我嘛真鼓励咱以后咱的水路，若是有机会啦咱家己嘛有能力咱会使派咱的水路去咱真做福音队。咱去遐毋是要服侍人呢，是要去遐学人安怎服侍，去遐伫遐来受到你用想象去到伫一个完全没有什么资源的所在的时阵才有法度，尤其是互咱的青年，互咱的青少年会通知影讲，哎哟，咱伫咧遮是偌年安尼幸福咱才有法度搁较知影讲，伫咧迄个服侍的过程内面，去经验着上帝安怎伫咧迄款安尼的所在，继续伫遐做工，也咱安尼迄个信仰才会通得到更较大的鼓励。所以嘛期待讲，咱以后咱的教会有安尼的机会。会通安尼来去做安尼服侍，来帮助看起来咱像比咱较弱小，但是实际上咱是伫咧迄中间来受到鼓舞。搁一摆甲咱提醒迄个请咱毋好互永远林牧师搁甲伊所摘来义卖总是义卖摘来的物件搁摘转去所以毋好互因安尼搁摘来搁摘转去所以，请咱兄弟，咱安尼来甲因支持鼓励，互因会通紧紧来完成即个建堂的即个事工。然后，咱搁一摆提醒咱后礼拜有即个圣神降临节课堂的礼拜，所以请咱备办心，也搁一摆鼓励咱兄弟，咱的孙也是讲咱的迄个咱的隔壁厝边有细囝。因伫咧即个暑假，也毋知要去倒位，咱会通鼓励因来安尼来参加着咱的即个主日的即个暑期的即个儿童欢乐营互因也会通伫咧迄个中间透过着做遮个活动，来互因也有机会来认识上帝。所以咱的迄个报名的名额有限所以。会通赶紧来报名，互咱的主日的老师会通赶紧来做备办。后礼拜咱有即个伫宜兰教会有咱区会办的即个信徒造就会，鼓励咱兄弟会通透过着即个主题，当马街伫金马兰拄着创造这上的圣神，咱会通伫咧迄中间，搁一摆甲着讲员同齐，搁一摆来回想。圣神怎样伫咱台湾，特别伫咱金马兰即个地区所做的奇妙的事？以上。这是请咱同心来吟上扬的诗，圣诗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因此煞请牧师来祝祷。和那三名文化兄弟。
请声，请声，请声，咱声这先请坐。我两件代志需要来办送，就是册礼证明吼。请曾子龙甲曾雅柔来到伫咱中间，咱要来来颁发这个册礼证明吼。来。 雅柔，好，来雅柔，好，来，来，子龙，好，好，谢谢。好，请咱起立，咱来领受上帝祝福。 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以后要遮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生啊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